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又来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真给当欢喜哦。福喜来安尼节目哈，怎么讲福喜呢？哈，呢喉舌是正常，喉水膜运通哈，全部都是有关健康的安尼话题咩？故说很多福喜来哈，故说做得听筒。做得食饭，做得好好的水膜，这是真有福气的人哈。也心呢，一梅老师要带本大家的马个通种呢，做些安样的生产完以后啦哈，共生营共体啦哈，不管其实啦，所有的通种哈，不管有共生营的嘛，哈，不管谁来谁么，其实大概动作大家就做得做，就是讲特别强调讲，那都市用的。帮助肚子收缩，哈，子宫卵巢健全，哈，迄个冇子宫卵巢，迄个谁来呀？男人啊，哈，大男人没同样，肚方人家肚子的腹腔啊，有大肠、小肠啊，有动到个安尼心肝脾肺肾，做安尼通作哈，很多桥式、厨式、健力式也三个通作，也三个通作係瑜伽最精华的通作，係瑜伽哈。几多千年来哈，印度老祖宗哈，带本人身体健康的动作。好咯，唔可以讲安度，因为老师带大家来做哈，一心呢，来睡到天内下哈，做唔得面床，做唔得天然的面床，哈，咩做唔得天硬。哈，差唔多有瑜伽垫啦哈。假使讲係方便的話，你肩頭有問題、頸肩有問題的話哈，你做得人家背囊哈，做貼一個合盤一絲絲的哈，安尼毛巾的哈，保護人家肩膀，係冇做唔得哈。第一哈，你面床天然一定做唔得，哈，天硬咩做唔得，參有地毯啊哈，嗰個大浴巾啊，嗰個瑜伽墊哈，來安尼。本有當穩固的嘅安尼地方哈，本人做瑜伽哈。好啦，一下玉梅老師呢，先睡下來哈，睡下來去哈，唔要有吮吸啊哈，這樣唔會講，哎呀，也會舒爽。天天呢，安尼坐定呢，天天呢，哈，吸氣，胸打開來，好，你看，安尼坐上來，脊椎來出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安尼。嘅產後修復咩？產後舒緩咩？假使講呀哈，有共生元冇共生元，人哋肚子練肚子嘅核心力量咩哈？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都呀，舒張，先，不要我聽來哈，好，你吃的準備好，我身體準備好，肩頭準備好了哈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腳彎曲，吸氣，好。躺下來，躺下來踢呢，就接受到大地的能量那大地啊，踢奶啊，好，做嘛睡夢睡到面床哈，我懂舒服，就會想睡夢就知道哎呀，好幸福哦，給我一天的工作已完成，好，就是躺下來，然後脊椎全部放平，哈，接受大地的祝福，好，接受大地的能量。開始做瑜伽嘅哈，做有安尼，安尼思維，安尼想法哈，好，踢了很多橋式，參客嘅樣啊哈，好，踢咧，腳彎曲，可能哈，玉梅老師看玉梅老師腳彎曲，手哈可以命到要舒張，安尼太嚴了，安尼唔會受傷啊哈，慢慢的，好，安尼可以。看到呀，人家樹標了呀，腳掌呢哈，不內八不外八，那腳掌哈冇安尼，好，安尼腳掌平誒，好，安尼變平來，好，慢慢的變平來去，脊椎哈，各位看哈，看啊也會做我們的安尼，呀也會做我們的騰空，好，你老呀變平來，變落天來哈，好，變張來，坐張來。個樹標我呀，頭氣吸氣，吐氣，好，做3道呼吸，準備好也個動作，好，個標下來去，慢慢吸氣，樹從旁邊畫一圈，好，都當紅伸直，
安尼我水都摕后背嘛，好，等一下哈，一鸣老师水都摕后背的，刚放起来，安尼，好安尼，可能哈，好，不用张来，好吸气，数，来存来，来出来。好，各位啊，手肘、手掌、肩膀放松，不用多俩。好，过来一牵好起来。安尼作用迄，安尼作用迄乜个呢？好了，安尼肩膀准备好来，然后安尼胸口打开来。好，好，只是不用好来了，唱一个桥的样的桥墩哦，不用好来，不用张来去哈。安尼吸气的时候，要屁思维哈，慢慢的尾骶骨往内卷，好，慢慢的，轻轻的放起来。乡亲朋友，要这动作哈，非常非常的好，按照反地心引力哈，平常的都市啊，哈，生理期来哈，热死来做唔得做下只动作哦，热死来哈，所有事物哈离开体内的动作，倒流的动作当做唔得，它会倒流咩？故说人家系哈，给安尼产后修复过平常保健保养，好预防内脏下垂，预防子宫卵巢下垂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。好，你这样听听呢，有发现冇？都是慢慢的。好，再慢慢的下搞。好，过下下巴啊，唔好安尼，我安尼，竖转来，下眼啊，下眼我竖转来。好，都按你去哈，停一下，你要数10个手指头，不用多的，10个手指头交扣。好，重点都在呢，肩头。胸脯要打开来，胸脯要打开来，好，按呢，要数手往下推，吸气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哦，看一鸣老师的肚子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再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都要吐气后，胸脯打开，眼开，卡过的位，过下过。好，多下过头位呢，也下用了，也数张来，安尼，一缩，一缩，长定点，长一个桥的样嘞，好，不用平来，好，过日脚呢可以存出来，好，个弯曲，脚存出来，个弯曲，停到呀，好，个肩头不用停啦，停到呀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那个做变化，脚尖点，对呀，吸气，也唔会难哈，乡亲朋友，刚中国声音的有冇？也都是哈，老给反地心引力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打开来了。我下来去哈，你假使按你唱呢，你去干冇办法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个瑜伽砖，好，玉梅老师有准备一个瑜伽砖，好，不用多的呀，野味呀，好，你可以假使你做唔得按鼓的话，你做多的呀，好，较爱的位，好，停到呀了，好，停到呀，不用轻松，不用吃嘞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安尼作用呢？安尼作用就是老人肚子的腹腔啊、子宫啊、卵巢啊、哈，安尼内脏啊，都过做来，好比唔会以太肚子讲声音，跟他声音按胎，肚子按胎，好会往下压迫，好往下压迫呢，会造成当中泌尿系统的问题。参用过声音的时候啊，当中因为频尿啊，哈。会安尼，尿尿哒哒滴滴啦，哈，冇办法收缩咩，好，也只动作咪可以预防频尿，好，预防妇女的这种泌尿系统的问题，非常的好。你假使讲老师啊，数冇办法存的呢，安尼，好，不用了。假使讲来慢慢的音乐的进步的，可以较固定的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也对的好。乡亲朋友看一鸣老师讲哈，要颈椎要。肛门呀，还不会颈椎呀，打刺的不用等，安尼，你们懂舒服哦，懂享受哦，给大地爱一爱，
好，本来的大自然啊，大地可以承载所有好跟不好的事情，不用那样给大地承载，好，也没可以不用给了，好，没可以，存出来，好，慢慢的一只脚的存出来做变化。啊，那时候呢，树就不是去长凳去，你就可以在下休息，同样有安尼的效果。好，慢慢做出深呼吸，打开来。还原也可能哈，同样树差不多命都呀。好，听听呢，慢慢的哦，按样的回复呢哈，玉梅老师啊哈，从上背、中背、下背、野位，最后将思维放下来，吐气啊，不用强手。好，各位啊，记得了，乡亲朋友记得了哈，做好伊个脚要并起来哈，各样弯曲，安尼抱膝，对吧？对啊，休息，脚下老起，脚下还没人家打开来，延展开来有空间，然后按呢抱起来，对呀。好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老起恢复，好，让它不用放松，好，脚。松松啊，也会松松啊，不用放松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一只动作，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呢很多桥式，好，迄玉梅老师非常推荐的哈，又简单又好做，好，又唔会安尼让身体造成当多困扰，好。过后呢，假使讲唔做好的话呢，哈，你假使讲当简单，当容易做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停到呀，好，也很多建立式，同样，好，束缚呀，束边了呀，束缚的也会好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，好，不用了呀，停到呀，也系。平常有练瑜伽人做的哈，建立式是所有瑜伽动作排除庆强的一个动作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转了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不用了呀，好，停了呀。下了呢，有很多锄头没，好，参锄头样的。下了看到玉梅老师的书哈，不用了呀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曲，好，吐气，不要强手，好，乡亲朋友，放起来呢哈，都顺风啊哈，放起来咪同样当优雅，做瑜伽是当慢慢的，当优雅，当有觉知的，做动作动作啊哈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根本呢。带本大家教下个桥式哈，花较长的时间，然后大家说明讲嘿，意思是讲有做瑜伽冇做瑜伽就可以做，这只动作当重要又当简单，会不会除4个建立？你慢慢的有练瑜伽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进一步身体准备好诶，去适应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做到这个动作。好，今日安尼产后复健就到了咯，安子生。